哦，这么冷。在美国开荒的很辛苦哎。哦，南京也这么冷啊。哦，哎，1度的了，你看了，有没有看到1度啊？0度结冰啊，1度啊。哦，零下2度啦，啊，零下3度啦，呵呵，这么冷啊。哎，上海嘞，北京、南京、上海，马祖、金门。东引、东极、西极，没听过东极、西极，搞混了呢。连江县的是马祖，金门的呢，金门县呢。哦，金门县比较靠近泉州，漳州比较南边呢。漳州、梧州呢？嗯，哎呀，湖州，嗯，湖州冷呢，比较北部冷。湖州比较北部冷呢。湖北的，湖北武汉。哦，冷呢，湖北武汉这么冷，个位数的，你看低温，早晚低温个位数的。啊，这要盖多少棉被？你看。
那马祖好像1到0度啊，也有下冰雹，下冰雹有0度呢，头都要包好，袜子要不要穿2双？被子上被下被个棉被啊，上被下被，还要放怀乳，还要买那个怀乳来取暖。看冬天，人家中国大陆北部的冬天很冷的，要睡在火炕上呢，睡在火炕上要烧煤炭的可能不好了，空气污染，用热水的那种，烧热水那种方式。睡火炕啊，那叫做火炕啊。睡在那个有热气通道上面，不然他妈受得了那么冷啊！失温就完蛋了，不能不失温呢。这么冷的地方生活真的很辛苦。黄梅，湖北黄梅。刚也是这么冷。湖北黄梅东禅寺啊，六祖慧能大师。他老爸本来是河北汉阳，就北京那边的，然后做官被贬到那个广东呢，广州南边附近的南海附近嘛，然后再到湖北黄梅东禅寺要拜黄梅祖师，就是五祖弘忍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啊。你看这么冷啊，11月份就这么冷。黄梅、武汉都很冷。看日本东京啊，韩国首尔。东京跟韩国首尔比较又不一样。韩国首尔本来叫汉城，后来什么时候改叫首尔？韩国首尔这么冷呢？还是北京比较冷？韩国首尔就是汉城。北京呢？你看-3度，今天-2度了。北京是这样的，南京呢？1度了。那北京、南京这样离那么远，怎么南京也这么冷啊？1度了。那河南郑州是不是开封了？河南郑州。来长安。陕西长安。西安啊。河北石家庄的有长安区啊，河北石家庄有长安区啊，这个是应该查西安才对哦。长安区石家庄是河北的哦。有零下1度嘞。
河北石家庄、长安区，还有零下4度了，昨天就零下4度了，昨天就这么冷了，住呢，万里长城附近的很冷呢，北京就这么冷了，住万里长城呢，那么冷呢。那匈奴那边会更冷了。零下1度啊！西安零下1度。来看新疆，新疆首都伊犁，零下6度啦。新疆的伊犁更冷，高的地方更冷，零下6度，都是零下，你看，高温才个位数啊，高温才个位数。新疆的伊犁，你看这么冷。那蒙古的嘞？蒙古，乌兰巴托，蒙古的乌兰巴托，很冷诶，零下17度啦。蒙古的乌兰巴托，你看，零下16度，零下16度，零下17度，有的零下16、17度，最高温还是零下的1度，还有2度，还有3度了。那蒙古就匈奴人，古代匈奴人生活区域，你看冬天那么冷了，你看那住那个蒙古包受得了那么冷吗？那个能够挡那个冷气吗？一根木头，然后旁边5、6根木头架好，像蒙古包似的，像雨伞似的，然后用那个塑胶布包好，这样也可以防寒气。种植物的也可以这样防寒气。种丝瓜、菜瓜的也可以用这样保护防寒气，防寒害啊，用塑胶布防寒害啊。蒙古的乌兰巴托这么冷哦。那看那个苏俄的嘞，看苏俄的克里姆林皇宫，忘记了，西藏拉萨布达拉宫，西藏拉萨，你看原则上都0度了，零下1度了，高温还有10几度，西藏拉萨有布达拉宫啊，很有名。那么青海西宁，零下10几度了，零下10几度呢，靠近那个新疆的都很冷，零下10几度，你看，今天零下12度，高温也都个位数了。那苏俄克里姆林皇宫那个叫什么地方？怎么忘记了？忘记了。苏俄的那个克里姆林皇宫在哪里？忘记了，看好了，哎呀，一下子忘记了。
克里姆林皇宫那个是在哪里哦？一时忘记俄国了，哎呀，忘记，真的忘记了。什么英国伦敦？伦敦那边有那么冷呢？伦敦你看，无德国柏林，个位数的，最高呢还有10度的，低温到个位数的。无维也纳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网络不给力了哈，嘿嘿嘿。